新闻开始来看，透早7点外，高雄发生一件杀人案哦。一对翁仔某甲住伫楼骹的厝边，长期拢因为噪音有纠纷。早起63岁的厝边拿刀仔去杀人，一对翁仔某拢互杀死。5岁甲6岁囡仔看到，走去甲大楼的管理员讲，因爸爸妈妈互杀，嫌犯后来是倒去冰冻，警方嘛已经抓到人。这2个囡仔目前是先互亲情带去照顾。检察人员一日到位，都直接去林命案的现场。15早起7点外，住伫14楼的一对姓罗的翁仔某红台，警方到位发现翁仔某已经死亡，遐若杀人的那像是住伫13楼63岁姓吴的查甫人。伊杀人了后，佫行离开大楼，骑奥多拜逃走。前几个礼拜，该死者夫妻与楼下的邻居有发生噪音的纠纷，目前在针对楼下的邻居，我们目前在全力查访及追缉当中。警方讲，受害者的2个后生，一个5岁，一个6岁，去楼骹甲管理员喝救人，嘛协助报案。初步了解，13楼甲14楼这2户，哪像长期有噪音的纠纷。透早姓吴的嫌犯去死者因兜甲弄门，一个入去就拿刀仔甲攻击，2个囡仔是惊一个，赶紧去楼骹讨救兵。他直接跟我们的管理公司的陈组长去联络的，这个噪音并不见得是他所造成的。其他的住户嘛讲，大楼隔音的情形无讲真好，清早会听到厝边的声音。不过，打上任的主委讲，从8月份上任到今，管委会无受理过13楼住户噪音的陈情。不过有听讲，因兜要找物业公司来协调。本案孩子目睹重大的一个暴力事件，所以家属后续一定要留意孩子的情绪跟行为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创伤反应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些熟悉的他的亲属来陪伴是很重要的。市府社会局表示，这2个细汉囡仔暂时互住伫共同的亲情斗照顾，嘛会持续追踪囡仔后续心理的状况，联络学校启动相关的社会资源。遐若杀人的嫌犯是向高雄凤山甲大寮的方向逃走，嘛已经伫早起10点半的时阵，伫屏东的那边互抓到。遐若伊杀人的动机，还要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